擁有60億天價身家，但身邊冇妻冇子，滿頭白髮，一個人食拉麵。你覺得星爺咁擔晚年到底係最悲傷悲劇，定係華語娛樂圈最高明嘅玄學破局？唔好急住答我。今時今日，星爺新戲《功夫》女足又突破20億票房，資本運作搞到有聲有色，比高集團市值水漲船高，呢個數目夠買起成條街嘅鋪位。但係你睇翻轉頭，佢係咪真係好似我哋咁撚孤零零好冧兩？定係佢一早睇透咗個天機，用咗60年時間佈咗一盤玄學上嘅驚世奇局？今集阿師傅就同你由星爺個樣講到佢個底，拆解呢個天煞孤星背後隱藏住嘅財富與孤獨嘅終極密碼。你哋睇星爺而家銀白法師眼神嚟，個樣越老越有嗰種生人勿近嘅氣場。但翻翻佢後生嗰陣，其實係新字面帶甲字面嘅混合體。上額寬發飽滿，代表思想天馬行空，諗嘢轉數快過閃電。佢最經典係乜嘢？就係對住塊鏡練7秒鐘幽默呢啲天賦，正正係由個火星即額頭同耳度嚟。耳骨外翻，招風耳叛逆之王。蘇師傅成日都話耳仔為彩聽官，星爺對耳仔向外兜，耳骨突出，即係反骨嘅一種。唔好誤會係混兒，呢種耳雙代表佢唔受世俗規範束索，鬼才式嘅思維。藝術領域無可替代，但喺家庭關係入面，佢哋永遠係異類同老口關係疏離。連佢個名星馳都係出自滕王閣序，呢種人點會同你圍埋一枱食飯傾家常？眼神帶孤光，華蓋星入命。你細睇星爺對眼黑白分明，但眼珠永遠有陣光。呢種係孤光，喺面相學嚟講，眼為心之窗，眼有孤光者，藝術成就極高，但性格孤僻執着。佢50幾歲人先開始學衝浪玩 AI， 你話佢係咪正常老坑？佢思維太快，快過佢把口，快過佢身邊所有人，所以佢寧可一個人喺度諗劇本諗特效，都唔願浪費時間同你觥籌交錯。加上華蓋星重，呢啲人注定要食天糧，即係食腦揾食，但亦主孤獨。呢個係上天俾佢才華嘅代價。嘴角下垂，福州嘴，晚年言語所。你睇星爺而家好多訪問都係木口木面，唔多出聲。佢個嘴型偏細，嘴角有啲向下垂，呢個叫福州嘴或者福州嘴。呢種嘴型嘅人情感來嚟豐富，唔中意解釋，你明就明，唔明就鋪。對佢嚟講，與其同你拗點解唔拍戲，不如專心做好導演。而且佢面上嗰啲深刻嘅法令紋直插嘴角，形成騰蛇入口嘅勢。但好彩佢下巴兜得住，所以係苦盡甘來。早年嘅委屈同金錢夠份，例如同於文鳳單官司，全部變成佢晚年嘅養分下部削直，兩腮無肉，子女宮元薄。最重點嚟啦，你哋成日話星爺無後睇相就一清二楚，佢個腮骨唔橫，下部收得急，呢種面相叫做冇腮骨或雞啄面無肉。喺面上學勞煲宮同子女宮嘅位置，代表下屬運同晚輩運。呢度削直代表佢唔靠人哋，人哋都靠唔到佢。佢同於文鳳打官司，同吳孟達亦師亦友，但最終人面全非，全部都係呢種孤黑命格嘅體現。佢唔係唔想要家庭，係佢嘅命格承受唔起太世俗嘅牽纏，勉強結婚，可能連60億身家都保唔住。呢個就係有得必有失嘅鐵律。話你知點解孤獨先係佢最貴嘅風水？你估星爺淨係靠拍戲揾食？佢最犀利係玩 IP 同地產。2004年佢搏到盡，借住於文鳳嘅助力，以3.2億掃入山頂，天比高地皮。淨係呢一鋪佢就賺咗超過100億，之後仲保留一間自住，嗰度係龍脈所在，聚財但確人緣住得呢種屋，就預咗要承受高處不勝寒嘅風水格局。佢仲將《大話西遊》啲版權搣到實一實，2018年淨係賣10部舊戲嘅數位版權就收100億。呢啲就係食老本嘅最高境界，唔係冇本，係本大到你唔信。佢將孤獨呢個劣勢通過玄學同商業頭腦轉成一個完美嘅閉環。你話佢冇仔女承歡膝下，但佢養住成個星女郎產業鏈，從張柏芝到林允，個個都係佢製造出嚟嘅。你話佢冇老婆，但佢將全部精力投放喺 A 影史，要做一個虛擬嘅喜劇帝國。呢啲就係借運，佢借走咗世俗人追求嘅家庭運，換嚟嘅係千秋萬世嘅藝術運同橫財運。所以你仲覺得星爺慘佢不知幾咁清醒？老天爺俾咗佢絕頂才華同60億財富，但拿走咗佢嘅情感同家庭溫暖。
你覺得呢種兌換值唔值得？即刻喺評論區留低你嘅睇法。如果你想繼續聽落去，星爺到底點樣將呢60億遺產用玄學方法傳承落去？記得即按下面個訂閱掣，點亮埋個小粒燈，我哋即刻拆解下一個驚天秘密。好啦，頭先講完星爺點樣用孤獨換6億，你話佢係良定係高明？我哋再挖深一層，而家傳承熱話，星爺個6億身家傳聞會落喺家姐周文基個仔，即係渠外生手上，點解唔捐出去？點解唔搞個基金會益社會？呢度就涉及一個好深奧嘅玄學概念，叫做血脈代上。你睇星爺同家姐周文基，佢幾十年嚟都係星契海外嘅財務大管家，佢家姐默默幫佢管數睇住盤數。星爺信得過嘅人唔係老婆唔係仔女，而係呢個由細睇住佢大嘅家姐外甥多似球。呢句說話唔係淨係講個樣似，係講緊血脈基因入面嗰種同氣相求。星爺屬金命，金主肺主骨架主孤克，但金亦主貴氣，佢家姐同佢同父同母，血脈上係最近嘅同源。外甥遺傳咗周家嘅部分基因，等於係一個後備香爐。你估星爺傻噶？佢唔信風水，點會買天比高？佢明知自己華蓋星重，冇兒冇女命，與其死後俾政府徵遺產稅，不如將筆錢留俾外甥。呢個唔係求其揾個親戚，而係經過精密計算。家姐幫佢打理江山咁多年，呢個外甥由細到大都冇增產新聞，係陰德積落嚟嘅福報。星爺將資產打包成信託基金。外甥做受益人，但每月只可以提取固定生活費。呢招就係用信託去制衡外甥嘅命格，防止佢一下子受唔住咁大筆橫財而折福。呢啲就係高手，將孤寡轉化做家族延續，用血脈去填補子女宮嘅空缺。好啦，錢點樣傳承就講住咁多。你話星爺咁識計，點解感情事就一塌糊塗？佢一生人4段最惡劣嘅情史，段段都係靚女，段段都無疾而終。你估淨係因為渠花心錯晒？呢個係五行相克嘅宿命嚟。等我逐個數俾你聽，你就明乜嘢叫天意弄人。首先第一個羅慧娟，呢個係星爺嘅初戀，亦係佢一生最愧疚嘅女人。你睇羅慧娟個樣，額緣鼻直銀鼻相配，係典型嘅旺夫益子相。但問題係羅慧娟屬水木氣場，而星爺係金命金生水，本嚟係雙生，但衰在星爺個金太旺，變成金多水落。佢哋喺蓋世豪實時期氹着嗰陣，星爺仲係個茄喱啡，羅慧娟已經係女主角。呢段關係星爺係受恩嘅，但星爺金旺主固執主自我，佢唔識點樣去回應羅慧娟嗰種溫柔嘅水木。後尾羅慧娟病重，星爺又去探病，但一切都太遲。呢段情係金水相生，但生得過濃，變成水泛木浮，最終感情沉底。跟住落嚟朱茵呢個最經典亦最傷。朱茵對眼釋放電精靈到爆，喺五行嚟講屬火重火，佢就係《大話西遊》入面嘅紫霞仙子，眼神靈動，活潑熱情。星爺金命，朱茵火命火克金，呢個叫水火不容。嗰陣時兩人嘅感情就好似一團火咁燒得好旺，但火燒得耐就會溶咗舊金。星爺中意朱茵嘅熱情，但佢嘅金承受唔到朱茵嘅火長期燃燒。你睇朱茵後尾嫁俾黃貫中，黃貫中屬木，木生火。而星爺呢，佢同朱茵拍《大西遊》期間，有傳佢捉奸在床。呢件事真假唔知，但面相上已經注定火金相戰。熱情過後就係灰飛煙滅。再講莫文蔚，莫文蔚係書香世家，高才生壓高廣，鼻孔直，是耀型女強人。佢嘅五行屬土大火，土能生金，照計同星爺最夾。但衰在莫文蔚個土係燥土，而星爺個金係鹼金，兩塊硬嘢撞埋一齊會產生好大嘅火花。食神入面，莫文蔚為咗星爺扮醜，現實中佢兩個亦係惺惺相惜，但呢種關係只可以做戰友做知己，做唔到夫妻。因為星爺嘅金要水嚟潤，而莫文蔚嘅土會吸降佢啲水，兩個人磁場太強，一時火花四朗，但長期共處一室就會變成土重金埋，大家都會覺得好攰。所以莫文蔚後尾嫁俾初戀德國佬。因為外國人五行屬金水夾到佢，最後于文鳳呢個最現實亦最致命。于文鳳係富家女，老球係香港隱形富豪于鏡波。呢個女人屬土，而且係城牆土，又厚又實。星爺屬水，土能克水，啱啱曲正星爺。佢兩個一齊10幾年，于文鳳幫星爺投資地產，天比高就係佢幫手搞掂。表面上係賢內助，實際上係官克身。
即係于文鳳嘅土死死地擱住星爺嘅水。你睇佢哋分手後，于文鳳追討7000萬佣金告到上法庭，呢個就係土黑水嘅極端表現。水被土堵住佢，唔會再流動。最後乾確星爺呢段情輸咗錢又輸咗個名，但呢個亦係佢命數，冇得避。講到呢度，我想問下熒幕前面嘅朋友，如果你擁有60億，你會揀留俾同胞姊妹嘅孩子，定係捐贈俾慈善機構？喺評論區留言話我知。你話星爺係咪唔識拍拖？佢識，但佢嘅命格唔穩，許佢擁有平凡人嘅婚姻。佢嘅華蓋星太重，呢粒星代表孤獨藝術智慧，但同時亦係黑妻嘅其中一粒星。佢唔係唔想結婚，係佢潛意識知道一旦結婚，佢就唔再係我哋認識嘅星爺。你睇佢啲電影入面嘅愛情，永遠係猜唔中結局嘅。大話西遊、至尊寶同紫霞喜劇之王，尹天仇同柳 Q Feel 全部都係遺憾美。呢個就係佢嘅情感密碼。佢將現實入面嘅缺失全部轉化做銀幕上嘅永麗。所以星爺情感嘅失敗唔係任何人嘅錯，佢嘅命格注定咗佢要行呢條路，用孤獨換取創作上嘅無限自由。佢4段情史、4個女人、4種五行，全部都係嚟讀佢嘅。等佢經歷完呢啲情劫之後，佢先至可以升叻做神台級人物。如果你仲覺得佢好慘，咁你就太睇小佢啦。佢根本唔需要你同情，佢需要嘅係你明白乜嘢叫做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星爺情感嘅失敗唔係任何人嘅錯，而係佢華蓋星太重，世俗婚姻承載唔到佢嘅孤高。想繼續知道星爺住咗幾十年嘅山頂天比高豪宅風水到底藏住乜嘢高處不勝寒嘅悲傷秘密？記得讚好呢條影片，分享俾身邊關心星爺嘅朋友。未訂閱嘅朋友立即點擊訂閱，我哋馬上揭開山頂豪宅嘅風水大局。好啦，頭先拆解完佢啲情史，你係咪覺得星爺呢一世都係情關難過錯啦？佢最識過嘅其實係風水關同命運關。你以為佢淨係得個慘字，佢不知幾咁識得利用間屋同個天鬥法。而家同我上山頂睇下星爺住咗幾十年嘅天比高，究竟係風水寶地定係一個靚到絕嘅風水墳墓？星爺間屋位於太平山頂普樂道，嗰個位係咩概念？係成個香港島嘅龍脈最頂端，俯瞰維多利亞港，個海好似玉帶環腰咁諗住喺風水學上，呢個局叫做龍首聚氣，登高一呼。你企喺嗰度好似君臨天下咁，望住成個維多利亞港嘅水由西向東流，呢啲水主財，所以星爺可以喺呢間屋度吸納晒成個香港嘅水氣，變做財富。佢間屋個地勢仲要係前低後高，背後有山做靠山，前面明堂開陽，呢個係食天立嘅格局，所以佢可以唔使點拍戲，淨係靠版權同投資啲錢就自己滾大。你話係咪邪門？呢間屋就係佢嘅提款機。但係風水從來都係一柄雙刃劍，呢間屋嘅致命缺點就係高處不勝寒，孤高獨寡。你睇個名就知天比高，高到乜嘢程度？高到連雀仔都飛唔到上去，地勢太高，風就大，氣就散。風水最緊要撞風聚氣，呢度風大到連個人企喺度都吹到威。點樣聚人丁？點樣聚和氣？呢個就係佢住喺度之後，身邊嘅人一個又一個走嘅原因。佢嘅子女宮喺面相上本來已經薄，再加上住喺呢種孤峰獨處嘅地方，就好似喺個山頭上面起個墳墓俾自己住咁。唔係話佢會死，而係佢嘅感情生活同家庭生活會被呢股江風吹散。女友一個接一個走，屋企人又唔同住，佢一個人對住成個維港夜景。呢種就係攞咗你嘅財就要收你嘅情。佢用咗幾十億買呢間屋，其實係同個天做緊一單買賣。我用人氣換財氣。好啦，講完間屋，我哋再講下時間。你知唔知點解星爺咁啱得咁巧喺61、62歲呢2年，忽然間咁高調咁搞個遺產信託？呢個唔係偶然，係有大學問。玄學上6為陰數，1為陽數。6結1歲呢個關口就係陰陽交匯嘅大轉折。佢係水木命，水木過旺，代表佢個人漂泊冇定，好似浮萍咁，感情又飄忽。事業上雖然揾到錢，但個人冇乜安全感。呢種命格最怕就係晚年水泛木浮，即係啲錢同名譽會好似水退咁流走。所以佢揀喺耳順之年前，即係60歲打後，用法律信託去將啲財富固化，呢招就犀利啦。
佢用信託呢個法律硬殼去鎖住自己嗰啲飄忽嘅水木之氣。水本嚟係流動嘅，但佢用個土，即係信託基金呢個實體去克住啲水，等嗰啲財富唔會流走，可以一代傳一代佢。呢個舉動就係向個天宣佈，我唔再漂泊啦，我要將我嘅嘢鎖定喺呢度。呢個就係逆天改運嘅具體操作，唔係求神拜佛，而係用現代法律去配合玄學原理，將命運掌握喺自己手中。好啦，講到底，星爺最令人敬佩嘅唔係佢幾多錢，而係佢面對孤神寡宿呢個宿命時嘅態度。曾仕強教授講過一句說話：人生嘅風水晚年先至定局，你後生幾威水都係假，晚年點樣行先至係真章。星爺冇好似某啲富商咁，臨老入花水，亦冇強求要生個仔出嚟。繼後佢順應自己華蓋星同孤神嘅命格，唔同個天對抗。你睇佢做咗啲乜？佢將嗰種生心屍骨嘅孤獨全部注入晒去大話。西遊入面至尊寶嗰句，曾經有一份真實嘅愛情擺喺我面前，注入去喜劇之王入面尹天仇嗰句，其實我係一個演員，注入去功夫入面嗰句，一支穿雲箭千軍萬馬嚟相見。呢啲對白全部都係佢孤獨嘅產物。如果佢好似個普通人咁結婚生仔，面到孫佢就寫唔出呢啲晒世金句。佢強求唔到自己有家庭溫暖，但係佢將呢份遺憾變成咗全人類嘅雜卜回憶。如果人活着冇夢想，同條鹹魚有咩分別？呢句說話星爺講咗出嚟，佢都做咗出嚟60億財富。對於佢嚟講，只係追求夢想過程中嘅副產品咋。佢真正留低嘅係嗰種，就算全世界唔明我都知道自己做緊乜嘅精神。佢用孤獨做原料，燒出咗香港電影史上最璀璨嘅煙火。你仲覺得佢慘？佢不知幾咁富足。各位朋友，命運俾你乜嘢，你就用好乜嘢，唔好強求自己冇嘅嘢，而要將自己擁有嘅發揮到極致。星爺就係最佳示範。如果你覺得我蘇文峰今日嘅分析切中要害，請即刻按下面個訂閱掣，點亮埋個小燈籠，讚好同分享俾你身邊概臨命運嘅朋友。你哋嘅每一個支持，都係我繼續為大家揭開豪門玄學大局嘅最大動力。我哋下一集唔知又會拆解邊個傳奇人物嘅命運之羅鎖呢？記住，一切皆有定數，但破局之法永遠喺你手裏面。拜拜。